干净的，可以用。这菜看着挺精致，味儿也还行，量小了点儿。你来江南办事儿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话怎么说啊？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公法嘛，我知道你在江南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等会儿啊。给。迁移道心法，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？我确实跟你写过信，想要交流功法，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。这么一，回头我也送你一本。送我什么呀？我的霸道真气啊！干嘛？那不说好的交流吗？有来有回。行。哎，这真是多谢你了啊！多久不见，变这么矫情了？不是，我知道这偏医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，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，咱俩这交情。听说你成亲了？啊？就当贺礼了。太贵重了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啊？我是舍不得啊，我老师让我送的。苦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？那不然呢？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？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过来看看，他那个云之蓝卷土重来。多谢。不用。按你刚才那条路走下去，要杀你的人恐怕成百上千，一个云之蓝不重要了。所以得麻烦你在江南多住些日子了。以你的身手，除了大宗师，其他九品未必杀得了你。悬空庙被刺之后，我真气炸开经脉，散于体内，时至今日没有恢复，所以我需要你。终于肯承认了？本来也没想真瞒着。你信上可不是这么写的。书信嘛，能看的人太多了，有些话只能当面说。为什么不连我也瞒着？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为什么？把你当朋友了。你我一共才见过几面？你别说，人跟人啊，有时候就这么奇妙。有的人认识一辈子，不过点头之交；有的人只见一面就能托付生死。这话你听了别觉得矫情，我这辈子遇到不少人，可能当朋友的寥寥无几，你算是一个。确实矫情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以后不说了。所以你要添一道心法，想重修真气？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把那拿来。你要干什么？磨磨。继续磨，别停。你改了什么？师傅做了点手脚，这心法是假的啊？也不全是假的，大部分都是真的，只是动了几处。那我要是照着这个动了手脚的练，会怎么样？也能重修真气，但是到不了九品，搞不好变个白痴什么的。这么歹毒？这苦河不是说这是我娘给他的吗？对呀，物归原主才动手脚。毕竟你是庆国重臣，理解理解。别等会儿，这事儿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也不提醒我。信任是相互的，你不坦诚，我怎么敢交心？你猜到我真气出问题了？你跟我写信要心法，傻子都能猜到，你肯定是遇见了意外。如果你跟我隐瞒实情，那练成了白痴也是你自找的。这么狠心吗？以你我的身份，朋友二字何其沉重。
那你把这个改回来，苦河那边怎么交代？不用交代，屠在外，生命有所不受。多谢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真矫情。笔给我，干嘛？给你画幅画。什么画？之前给你那本《霸道真气》，少给你几幅画，硬练啊，容易七窍流血。什么时候这世上的人才能少些尔虞我诈呀？咱俩共勉，一起努力。大人，您看看谁来了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见过提司大人。当你这是认识多久了？跟我来这个？再坐，坐。规矩嘛。头1个月就是正式劳作，我估计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身份。这1处跟4处一块儿给你做这身份，不会有什么纰漏吧？确实是。等到第2个月的时候，看的就松多了。我又找到一个机会，展现了一下我记账的才能。他们就开始接纳我了，最终进了3大房。所以说，这3大房他还在？当然呀，大人，明家一早就把3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。果然是偷梁换柱，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。大人您看，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方位。大人，属下以为这个明家纵火屠戮百姓，罪大恶极，当一律问罪。明家肯定得办，但不是现在。咱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明家，更是江南未来数十年的安定。那大人，属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你离开库房时，有人发现吗？那就连夜回去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。暗桩既然已经埋下了，那就接着隐藏。3大房这出戏，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变数。属下遵命。秦天兄啊，保护好大人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老大，你一定保护好自己啊。走吧，留步。哎，影子后来露过面吗？自从那天跟云芝兰交手之后，就再没见他的踪影。那就不管他。明天咱俩出城收复3大房。您看，您这个真气没了，对吧？我呢，又只会跑，咱要不然把那朵朵姑娘一起叫上吧？她可不行，人家是北齐圣女。我收复3大房的时候，她若在场，将来有人做文章。老王，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俩。喂，那都听大人的。范玄驾马出城，刚刚送来的消息，出城之后前行的方向正是如今3大房库房所在。库房所在，乃是绝密啊！必是走漏了消息。那他们出城只有2个人，开始是2个。
骑兵？是监察院的直属黑旗。这谢必安不是说，再过2天范闲必死无疑啊？这2天已经到了。云之兰都做不到，还有谁能杀得了范闲？云之兰又不是大宗师，大宗师要出手了。否则怎么会需要李云瑞亲自去请呢？ 4大宗师出手的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影子大人，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见我。咱俩的事儿回头再说，现在马上回城。现在可不能回城啊！这眼瞅着就拿下3大房了。叶流云正直剑向苏州城一路行来。苦荷远在北齐，司部监不愿出手，那就只剩下一位了。叶流云，那叶流云是咱庆国的大宗师啊，怎么会对咱自己人下手呢？悬空庙刺杀，叶家被逐出京都。那也跟我家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啊，那是陛下下的令啊。是啊，所以叶流云的报复就针对皇室。大人，要不然咱回城去？这叶流云他不会在闹市之中出手，对吧？再不行啊，咱就乘船离开这江南。大宗师非人力可敌，你眼前的这些人根本挡不住。我要是此时回城，明家就有机会把3大房再次转运。有了这次教训，他们就会把3大房化整为零，散落江南各地。也就是说，要想夺回3大房，只能以快打快。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。可谁来挡住叶流云？他多久到？离得倒是远，可凭大宗师赶路的手段，几个时辰就到。我娘的产业，我想夺回来。哎呦，大人，我这月银我真是要少了我。你们这不是寻死吗？
山门口。怎么回事？走！快！别动，快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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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线别动，多线别动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？此地乃是名家私产所在，尔等驾马擅入，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楚。这是哪儿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这是名家的产业。老王，内库转运司罪案。内库转运司三大房甲房主事萧敬是你啊？是我。这是从庆国元年至今你的所有罪行。你这是强加罪名啊！听着吧你。庆国2年3月，萧敬瞒铜山矿难吃死人饷5年，合计13700两。庆国4年7月9日，萧敬行贿苏州主簿，以贱价购得良田700亩。庆国6年正月，以萧敬为首的3大坊主事，并一干私库拖欠工人工钱累计逾万，引发暴动，死14人，伤50余人。你这知想行贿或还可商议，致人亡命，就真是罪无可恕了。依庆律，当斩。你无凭无据，怎能定罪你？这是供词和证据，自己看看。这是论罪，也该开堂审案的这。监察院提司本就有论罪行刑之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依法斩杀，无需再审。诸位，谁能再跟我说说，这儿到底是哪儿啊？小主事死了，监察院真是名不虚传。大人，这里是名家私产。内库转运司3大房乙房主事马雄建是你吧？正是下官。听着啊，任职以来娶12房小妾，其中9房是为强抢民女，更有2房是杀人亲夫夺人之妻，另有庆国6年暴动一案，马雄建亦与萧敬同谋，数罪并罚，以庆律当斩。大人，这是饶命的，大人，大人饶命的，我不敢了，大人您饶了我这一回吧，大人。斩！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我人刚到江南，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天下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监察院呢？这儿还有一位姓胡的主簿在哪儿呢？这。丙房主事胡金林，拜见小番大人。胡主事是吧？你来说说，这儿是哪儿？问你话呢。回大人，此地便是内库3大房库房，转运司所有物件暂存此处。哦，原来这就是3大房啊！这就是3大房。监察院提司范闲，奉旨交接掌管3大房。范某领旨办事，诸位
可还有什么异议啊？你有异议吗？大人顺应圣意，内库三大房领旨交权。你应该庆幸自己手上没有人命。三大房内可有专门冶炼铁器的器械？有，集中在一个库房。起身带路。好，都给我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范闲进了库房，就没再出来。是，门关着，但是可以听到里边有金铁交击，炉火点燃，但是就不明白他在里边做什么。哼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即便是收复了三大房，只要叶流云一出手，范闲此次定是死路难逃。你要是没死呢？那可是大宗师啊！你是家主，该注意一点，成败不可寄托他人。范闲如果没死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明家争夺三大房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罪。谁说是明家？对，明家也是被骗的，有个别族人心存祸心。只是这么一来，恐怕再找一个过继的，也扛不住这么大的罪名了。你亲兄弟不少啊，那就让你那些亲兄弟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啊！莫心息怒，我那几个亲兄弟，别说一个一个去死，就是一起死，也是您说了算。可只怕是这样，也扛不住吧？那还不简单？你和我选一个献祭出去。自然是我。孩儿再贪生怕死，那我也是个人呢，怎么能把自己慈悲宽厚的母亲送出去献祭呢？好儿子，还不到选择的时候，要看看范闲能不能活下来。母亲说的对，不过这一次范闲怕是死路一条了。
这有一会儿了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点时间，还能临时造出个神兵利器对付大宗师？大人，黑旗听令，守住3大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叶流云来了，你还等不及了，快到了。我去迎迎他。大人，大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迎着大宗师去的。我家大人一向与众不同，这还夸呢？疯了吧？偶尔疯一次也挺过瘾的。大人，等我！都疯了！这。影子大人，你也跟过来啊？这种热闹还是要凑一下。你俩要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咱们可以不说话。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大人，我上个茅房去来得及吗？应该是来不及了。怎么？哎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叶流云来了。都别跟着，我自己处理。一个人去，不要命。别好，你死了，我收尸。收什么尸啊？这要是真死了，死无全尸。大人，老王，平时你一向聪明，跑得快。一会儿真要有什么事儿，千万别犯傻。大人。什么意思啊？用这个也未必动得了大宗师。没错，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，那不成了妖怪？
范闲，叶先生好。我欠了人情，你离开江南，我不杀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人不太听劝。刚才你看到的是什么？神兵利器。怎么不用啊？我想了想，觉得用不上。怎么讲？因为您不会杀我。我听闻您是以流云散手闻名天下。这剑杀人更快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你啊？因为您不敢杀我。放眼天下，除非是四顾剑这般绝情绝义之人，否则就没人敢杀我。真的？叶家是被逐出了京都，但叶家还在，并未消亡。您若是真杀了我，叶家才是真正的万金子。这就是你的底气。先生是天上的流云，潇洒之气，但这么多年终归留了条线在人间。有线在人间，那便还是人。既然是人，终究有情。浪花只开一时，但比千年时，并无甚不同。先生亦是如此。谁告诉你我在乎叶家？叶先生，是我赌赢了。您是大宗师，但依旧是人。赌性够大，够疯的，也不知该说你像谁。多谢叶先生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晚辈是想谢谢先生，让我知道，大宗师也可以依旧是人。晚辈这辈子走仕途，也修武道，要是眼瞧着这两条路走到顶点，都没了人性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你娘还真是不一样，这么矫情。您也认识他？他可不像你聪明，但也别太聪明。什么意思？我是人，并不代表其他大宗师还认为自己是人。
这算是尘埃落定了吧？咱赢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杀你？拿命赌的。恭喜，命赌赢了。多问一句，既然他不杀你，挥这一剑有何意义？没怀疑你吧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他让我彻查家族，看是谁暗中偷晓的殿下。这个事得好好想想，看把谁拿出来定罪合适。宁家我不熟，你自己找点旁支输出定罪。他们都不够，要定罪，还得是我那几个亲兄弟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！想想，要把我那几个骨肉同胞亲手送上死路，心中多少有些唏嘘啊。你善待人是好事，我没事也善个一回两回的，但有时候给他们个好结果，让他们看起来感恩戴德就够了。是，可你不能往深里想，人有人的命。你慢慢唏嘘吧，我先回京都。殿下这就要走，事谈完了，不走干嘛？可江南这边还需要殿下主持大局啊。京都那边也看得紧，如果让陛下知道我来江南，什么都完了。如果殿下不能久留，那长公主那边姑姑在访客，也来不了。范闲权势滔天，如果二位都不在，单靠明家，怕争不过的呀。谢边给你留下。明白了，明某以后如何行事，都会请教谢先生。不用，你自己做决定就好啊。若是输给范闲呢？那也正常。别想太多，守住3大房，努力就好。你放宽心，答应你的不会变。等这事儿了了，林家就只有家主，没有什么老太君。多谢殿下。大爷，歇会儿，做饭。做饭，大爷。热馒头。歇会儿啊，先吃。慢点，都有啊。哎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要是没喝够的话，咱们再来一碗。还能上一碗？可以。哎呦，谢谢大爷。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那你要问什么？问吧。您是从京都来的小范大人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范闲。谢天谢地，小范大人，你等等啊！老哥几个，是小范大人呐，没砸错呀！谢谢范大人。谢谢啊！本来呀，还怕弄错了，给人添麻烦。哎，那你们劫船这赏钱怎么算啊？岸上有人看着呢，只要砸船，就有赏钱。那这么说，你们一会儿回岸上就有银子拿了？都得掉脑袋，回不去了。你们知道自己要掉脑袋，你们还来？我们是劫官船，必死无疑呀。不是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不是要赏钱吗？这脑袋没了，要赏钱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你放心，家里有人收着呢，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，多攒点钱啊。这要是回江北，不就有指望，有盼吗？那你们呢？你们不回去了？想回去，能回得去吗？还是让孩子换条生路吧。
这样总比在路上脱离他们强吧？呀，你们这都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不鸣冤呢？啥？其实你们不用在这劫船啊，你们只要拦路鸣冤啊，这小范大人是不会不管的。哎呀，大人那是天灾，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冤呢。老人家，明家都给你们逼成这样了，你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冤吗？哎呦，大人，可不能这么说，那是救命啊！没有明家，八成早就饿死了。那不说明家，你们都活不下去了，为何不去找官府啊？也不怪人家，我们又不是江南的，说什么也得护着自家人。仔细想想也没错，是吧？让您这么一说呀，我都觉得这谁都没错了。这是天灾，有什么错呀？啊，小范大人，没错吧？没错。想要夺权，还是要他死？家母掌管明家数十载，祖宗必信其中。明白。想不想亲自动手？母子连心，最好不要。讲究。母宴未食，舐犊之情。你说，这人与禽兽，谁更重情？我更喜欢禽兽。那我就再砸一次，记住，让他们拿刀来真格的啊！要不，咱们再喝一碗？那也行啊，再来一碗。哎呀，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要是江南没有名家，会怎么样？回大人，都一样，没有名家，还有张家、赵家、李家呢。这三大房啊，就是聚宝盆，谁守着，谁就是下一个名家。没错。其实只要我回到京都，结果都一样。没有名家，也会有其他家族。老王，在大人，给他们送些银子，送他们上岸。明白。那边收礼的别停啊，给什么都接着。是。大人，也要送我们回去。回家吧，会好的。不行呀，大人，我们已经砸船了，你不让动刀，还送我们回去，那你的官位和脸面怎么办？往哪儿搁呀？做官的脸面是你们。我这家住了。多久？
这也是好东西啊！你看，不足挂齿了。明家主有礼。赵大人，您这个可比我这个贵重啊！哎，明家主，您也来了。今日小范大人抵达苏州，又有府衙大人联袂接风，那明某怎敢缺席啊？确实是，应该的。啊，苏州大小官员差不多都到齐了。迎接嘛，小范大人一路守礼，今日终于到了，咱们苏州也不能落于人后，你说是不是？小范大人，没有官事，你这敢来凑热闹啊？这些店名胆子越来越大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下床没？下来！就是那头，这就是小范大人的床。下来呀！小范大人，老哥，对不起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。你是来接小范大人的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听说小范大人要来，一晚上没睡着觉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？你认识范闲？不认识，崇拜他，诗好，人也好。你呢？也是啊。你不认识这位？我该认识吗？你不是苏州城的吧？不是。在下姓许，富春县任书史。说一个小吏，也敢来凑热闹。身为吏啊，当注重仪表。你如此这般，成何体统？他们也都是富春县的吗？那不是，江南各县吏员都有。你们也配凑热闹？我们是有正事儿。是何等正事？小范大人来了！搞什么呀？下去！小范大人，是小范大人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这一箱都是珠宝，这是沙州知府姚青莲姚大人送的，还有这一车呢，都是路上官员所送的礼物，送礼官员的名字皆记录在册。这一车是我从京都带来的，138880两整。这些钱呢，既是路费，也是明智。老子有钱，所以有底气。至于这官员送的礼，都是罪证。本来想着回了京都，按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参下去，
但后来南下路上呢，我瞧见你婶儿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就看不见。我看见这些事儿之后呢，想法变了。我这13万两，再加上官员所送的礼物，算作路费，送江北灾民回家。各位，江南我是刚来，不熟，这差事我自个儿可办不了，但交给诸位啊，我也不放心。你们也别问我为什么不放心你们，就好像我也不会问你们怎么有精力来接船，却看不见灾民死活。咱们呀，彼此之间都留点脸面。既然不放心诸位大人，范某就只能越俎代庖，换了条门路，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各县吏员何在？在呢！傅存彦殊死在此，应邀前来。参见小范大人，我家知县向您问好。你家知县是哪位啊？我家知县正是杨万里杨大人，也是大人您的学生。杨万里已经是知县了，刚到任不久。知县托我向你转告，大人教诲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官，他一字未忘。如今江北灾民能有一线生机，全依托老师之恩。别谢我，这礼物啊都是那些大人送的，咱们得谢谢那些大人。多谢那些大人。我相信在场的诸位呢也不会吝啬，咱们也得谢谢这些大人啊。谢谢这些大人。礼物都是官员送的，各位，咱们可得避嫌呐。所以范某就自作主张，请了江南各县吏员汇聚苏州，这些银子就交给他们分发各县救民倒悬。各位父母官，觉得如何？好事，好事，好事！小范大人办事周密啊，我等定当倾囊相助。各县吏员上前。各位，吏者非官，你们多多少少离百姓更近一些。这分发银子的差事，就交到你们手上，绝不辜负小范大人所托。绝不辜负小范大人所托。这难听的话我也说在前面，各位，要是有爱财的、手不干净的，都给我忍一忍。也不妨问问自己，能不能躲过监察院的盘查。贵姓？不敢，小的姓徐。啊，我叫人准备了账册，但你们才是当地吏员，以各县实际情况办事。大人放心，一定完成。各位大人要是想共襄盛举，我这边来者不拒啊。哎，但是别交给我，交给他们。言尽于此，接风宴就不必了。各位自便吧，也请自爱。明家家主明清达，恭迎小范大人。在京都都听说过江南名家，名家见名，不足挂齿。大人稍后。大人，
这位是姜母，二位也是来接风的？将来明家向小范大人请罪。何罪之有啊？回大人，今日江南有所谓名家悬赏令流言，导致小范大人一行遭遇波折。家母和明某只有在第一时间前来请罪，才能稍稍消减心中愧疚。流言，悬赏令一事实属构陷。明家也是在事发之后方得知此事。刺杀朝廷命官，犯了大清律法。若是构陷，没凶犯可就不能结案。明家一定为小范大人追查凶犯。总得有个时限。就是今日。若大人肯赏面登门，天黑之前定给大人一个交代。那说定了。明家上下恭候小范大人。我很期待今天的交代，不会让大人失望的。老师声威显赫，看来明家要服软投效了。万事不可随口断言，走着瞧吧。哎，什么好东西？哎，啊，街上买东西是要给钱的。啊，拿着自个儿玩去。哎，真好。万里也能帮上老师了，不是帮我，是帮灾民。是，老师说的对，我就是有些感慨。万里如今已经走到我前面了。你也可以救人，重要的不是身份，而是如何做人。谨受老师教诲，学生绝不敢忘。就是学生还有点疑问。你说，老师不信官员，所以安排那些小吏礼账册分银钱。可是那些吏员也未必是什么良善之辈，万一他们铤而走险，从暗中牟利，这些从吏者呢，多半是想跨越鸿沟，投身官场。我让他们救助灾民，这不仅是给他们的差事，也是给他们机会。啊，所以他们得好好办差才行。学生受教了。可送礼那些官员岂不是占了便宜？本来是要抓的，现在倒立了功。现在不参，不代表将来不参，名字都记着呢。秋后算账，老师，我学到了。哎，老王人呢？啊，去前面酒楼点菜了。他说大人耍帅，没吃上接风宴，想必一定是饿了。我看是他馋了。哎呀，这银子给够了，这2楼啊就清场了。来，刚才这损了。苏州这边就是要精致一些，餐酪里还放些水果。比京都的好。今儿来找我的高手还真不少。是吗？在哪儿呢？你看啊，那个，这边，这一位，都是。老师，此言何解？那边那2位是用剑的，这个呢，扁担里怕是藏了杆大枪。这一位看着没带兵器，走的是拳法的路数，起码都得有8匹。
这么多高手啊，还真没见过。哎呀，殿下可以呀，还真是临危不惧，颇有胆气呀。老师何等人物，肯定都在意料之内，是吧，老师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料事如神啊？这一个，我就没想到。这位可是九品呐，而且是九品里数一数二的高人。这江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他这不是在钓鱼，这是剑术，是剑的剑。这天底下也没几位，那这位是？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范闲酒楼闲坐，有高手合围。落将，母亲，母亲，二殿下把谢必安留下，也没打算闲着。谢必安不说，咱们就当不知道。以范闲的身份，普通人怕是杀不了他。这世上总有人不在乎身份。总不会是大宗师吧？他得罪过东瀛城那位四顾剑。如果真的是杀了，今天就白准备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如果四顾剑出了东瀛城，那还不天下轰动吗？八成啊，是他的弟子，不知道是哪位。云芝兰，四顾剑的大徒弟，祈年殿上见过，剑意未改，就是他的。那这云芝兰可是不好对付啊。大人，您给我透个底儿啊！一直守护着您的那位高人，他在吧？哪还有什么高人啊？身边只有黑旗了。黑旗可不顶用啊！待会儿要真打起来啊，我用我的轻功，咱们俩先走。哎，那咱们说个地儿，我一会儿自个去找你们。哎呀，殿下果然是很有胆气呀！老师一路上一直在教我面对诸事，第一就是分轻重。那现在这是孰轻孰重啊？云芝兰记恨老师，这就是重。我是大庆皇子，他东瀛城若敢动皇子，后果承担不起，这就是轻。起码不敢动正式皇子。哦，好。云芝兰，要不是我真气没了，我还真想会会你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真气没了？啊，好吧，其实一直忘了告诉你了，咱们这一路南下，最能打的就是你了。不会吧？
收什么杆儿啊？这谁呀？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。哦，说错了，老师肯定问心无愧。您这嘴啊，还是要学学分清楚啊。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！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好奇，她为什么出现在这儿。要不我陪你鱼竿？北齐圣女，踏足庆国。郊游不行吗？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让路。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，要不今天？影子大人。哎呀，飞那么高！9品以下都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。哎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哎呀，让开，让开，上面人我都认识。哎！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啊！姑娘请。我来蹭个饭行吗？请坐。这两位是？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。哦，坐。